们从那个20小节，那20小节的最后来拍。那个所在有没有看到一个 forte？ 哦，迄是这条歌的较高潮，地方咱嘛是爱小可看一下，咱若无看指挥嘛爱看一下迄种大声小声，吼、好，我们从那个地方来
啊，话还阁无讲作息吼。啊，咱第一节啊，搁来练一摆吼，来第一节咯，预备来。主张我好想家啦，亲像你家啦我，我这样的姊妹跟你三条路环，恳求你将我勇敢赞欢喜心变定，我拢受完全家啦是黑。好，咱练习到这哈，啊，咱若有手机啊，会记你家己关机，也是改做震动。来呀，咱来敬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无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咱来唱歌学老上主，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三甲起立来吟圣诗306首，我的心你着学老主。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
请坐。启业第32篇，也就是诗篇130篇，我来替下这来念。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为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甲迫切听候天光。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同心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啊，感谢你创造水搁好的世界，伫你的创造内面，愿体会你招庇的智慧。当阮举目看天，满天的天星，阮的心发出懊恼的声。爸啊，你的创造极其水，极其奥妙。总是主啊，由你赦免阮。阮自私搁贪婪，阮愚公搁骄傲，祸害人甲万物的和谐，人甲人、国甲国失去和平。总是感谢爸上帝，你找主耶稣来到世间，救赎阮脱离罪恶的寒天，赏赐阮活命，互阮会当挽靠稳定做你的囝儿。爸啊，求你教示阮，伫个即个邪恶混乱的世间，有对你遐来的智慧，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互阮有时代的潮头，看有你的心热，互阮明白，阮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愿意勇敢来回应你的呼召。恳求主圣神引带阮，学习主耶稣的款式。请求主耶稣谦卑徛如啊，专心向耶路撒冷进前，承接伊的使命一样，阮也愿意谦卑跟对主的脚热，伫阮徛起的所在，委身奉献阮家己，来活出你实实在在的恩典，有份伫你的创造。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上帝，主我上帝你，主我上帝你。我
用读上帝的话，腓利门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我是保罗，做基督耶稣的囚犯。我甲咱的兄弟提摩太写批，互阮所听的同工腓利门。阮的姊妹阿菲亚，阮的战友阿基布，以及伫你的厝伫聚会的教会。愿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稳定甲平安。我答辩祈祷的时，拢有想着你，常常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我有听到你对上帝所有的子民有疼心，对主耶稣有信心。我恳求上帝，通过阮甲恁分享信仰，会当促进咱对甲基督结连所得到一切的祝福有较深的了解。兄弟啊，你的疼心有互我真大的欢喜甲鼓励。上帝的子民拢有对你得到激励。我靠基督，虽然会当好答命令你做应该做的代志，毋过因为疼的缘故，我宁可甲你求。我保罗已经年老，现在还是基督耶稣的囚犯。我替欧尼西摩甲你求，伊是我关家的时所生的。愿伊以前对你拢无路用，现在对我真有路用。现在我送伊转去你遐，伊是我所疼惜的。我原来想要甲伊留伫身边，通伫我为着福音做囚犯的中间替你服侍我。毋过无你的同意，我莫安尼做较好。互你所做的好事，毋是勉强，是甘心乐意。检采因为安尼，欧尼西摩就暂时离开你，是要互你永久甲伊留伫。毋过是奴隶，身份超过奴隶，是所疼的兄弟。对我来讲，特别是安尼；对你来讲，搁较是安尼。伊毋若是你家内的人，嘛是主内的兄弟。所以，你若看我做同伴，就着亲像接纳我安尼，甲伊接纳。伊若有对你做啥物毋对，也是有欠你啥物，算我会晓。我保罗亲手写，我负责行，我应该毋免甲你提醒。你欠我的是你本身。是啦，兄弟，因为主的缘故，甲我斗相共一下，互我的心靠基督得到激励。我写批互你，因为确信你会听我的要求。其实我知你会做比我讲的搁较济。以上，今仔日老牧师要带互咱的信仰是甲旁内底的自由。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的疼，自习惯，互阮会当同齐敬拜学道你，也通过你的话，互阮大家通得到帮助。愿主你的神成做阮的祝福，也互阮明白你的真理，也愿意照安尼去行。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也祝大家平安。感谢大家的关怀，互我平安经过一礼拜关家的日子。但是踮伫即个关家的日子中间吼，一开始确诊了后，过两天阮迄个妹妹确诊，
啊，当妹妹嘛确诊了后，哥哥就讲，安尼我无爱住伫厝内底啊，所以伊就家己一个人住到1楼后壁的客房。伊讲，我无爱因为互恁话着，所以抵到我后壁暑假一切活动受到影响。所以伊就决定讲，一个人要住去1楼后壁遐。啊，逐个人拢感觉讲，伊哪会遮勇敢着？啊，就慢慢，经过1礼拜，已经满1礼拜会当出来啊。衰就问伊讲，啊，你有准备要转来啊无？啊，伊就想的讲，搁互我踮伫下面搁住1、2天好无？开始无想要转来啊。为虾米伊无想要转来啊？是伊感受到自由啊！伊感受到自由了后，人就袂想要转来受到父母的管辖。啊，所以嘛，踮伫即个过程中间去体会到自由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到底是啥物？会当自由出门，会当自由做家己所想要做的代志，会当自由去安排咱所想要做的，其实这是重要的。毋过，无论咱活伫一个啥物款的时代中间，老实讲，咱犹原受到足侪力量所束缚，咱犹原受到侪项物件将咱限制掉。今仔日咱读腓利门，腓利门文书其实真短，一章都读了啊。伫这一章内面是保罗伊所想要讨论的一个议题。其实咱看新约后壁有足侪保罗的批信。而且喺保罗批信中间，伊处理真侪问题。伊有诶咧处理教会的问题，伊咧思考讲怎样牧养教会，伊咧思考怎样鼓励信徒。伫每一篇保罗的书信中间，一直咧强调的是伊甲教会的关系，以及甲时代所拄着的。但是踮伫腓利门文书内面。伊咧讨论的，若是咱读拄仔听书会咧读，咱会感觉讲，这是一篇诗人的批信，这是一篇诗人的批信，伊咧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咱怎样伫一个困难中间要活出信仰。规个批信中间，敢若3个上界重要的主角，头一个啥物人？头一个保罗是重要的主角，过来第二个真简单，腓利门就是第2个重要的人。过来第3个人，你有看到无？欧尼西摩3个重要的人物出现踮伫即个批信中间。保罗写批予腓利门。因咧讨论的就是这个欧尼西摩，这个人伊原本是腓利门厝内面的奴隶，可能犯一寡错误了后，伊逃走。伊逃走了后，拄着受关押的保罗，通过保罗得到福音。现在因咧讨论的问题是啥物？这个奴隶伊的身份到底是啥物？因咧讨论的问题是，这个奴隶踮伫主的听下面，伊到底伊的身份是奴隶，也是兄弟？看起来这是个人问题，毋过实际上，欧尼西摩所代表的是整个世代的结果。奴隶踮伫罗马的时代是正常的。饲足侪奴隶踮伫罗马的世界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现象。这个物件嘛，造成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无法度避免的现实，就是咱爱去面对讲，到底一个奴隶会当得到主的恩典无？到底一个奴隶会当领受上帝的疼袂？规个罗马帝国内面，差不多20%是奴隶。遮个奴隶拢咧做啥物？遮个奴隶为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贡献因的劳动力。
遮个奴隶无地位、无情权，反正只要主人爱因做啥物，因就爱去做啥物。也就是讲，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甲整个国家的家庭结构是建立在遮个奴隶咧付出因的体力，咧付出因的一切来经调的整个国家。所以，规个世界内面，因认为讲这是正常的，做奴隶是正常的。就算讲吼，咱踮伫圣经内底读到一寡人后来。因的身份改变，真做自由的，后来有好的发展。毋过，迄拢是相当少数中间的少数。大多数的奴隶，伊的价值是啥物？伊的价值就是你会当做啥物，你会当贡献啥物。伊若是无法度贡献，伊若是无法度发挥伊的体力，无法度发挥伊的能力，伊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效的人。所以，伫整个国家内面，因认为讲饲奴隶是正常的。保罗踮伫关卡中间拄着这个欧尼西摩，伫基督内面，伊是兄弟。毋过踮伫奴隶的制度内面，伊叫做啥物？伊敢若是一个工具尔。伊敢若是一个工具，一个人正做工具，甲一个人是兄弟，这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当所有人拢认为讲反正遮个奴隶吼，因无啥物权利啦，因无人权，无啥物地位。毋过，若是有一日因接受耶稣咧，若是有一日因接受耶稣了后，教会怎样看待遮个人？教会怎样看待遮个踮伫社会地位非常低的遮个人？这是信仰的考验。这也是保罗所咧面对的考验。当保罗对腓利门讲，这个人是兄弟的时阵，即句话毋是咱所想的遐尼简单。因为当伊看这个人是兄弟的时阵，伊所咧对抗的是整个世界认为奴隶是正常的，是整个世界的人拢认为讲这个人是完全无地位、无一切人权的人。但是保罗却讲，伊是兄弟。咱真歹去想象，到底保罗所咧面对的是啥物？是全世界拢认为讲这是正常的。毋过现在你讲，因为伊接受耶稣了后，伊的性命全部改变。咱嘛袂当照着过去迄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人啊。其实，踮伫即段时间，陪伴真侪青年人，嘛接触侪青年的过程中间，我发现一件代志。我相信咱大家嘛开始愈来愈一款感觉，就是伫即个时代的少年人中间，有真侪忧郁症的现象，有真侪精神顶面拄着问题，咱的青年人。当我甲遮个青年人咧讲话，接触侪，无论是教会内面，还是教会外面，遮个青年人的时阵，我发现一件事：，逐个人心内底有一个真大的跨度，有一个真大的超凡事。我敢会是一个无路用的人？逐个人咧烦恼的是，我敢会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愈咧想即件代志的时阵，就愈会安怎？愈咧想讲，我到底是有路用，还是无路用？我一直咧烦恼讲，我到底是毋是一个无路用的人的时阵，逐个人就愈惊，逐个人愈惊，然后慢慢，啥物代志拢毋敢做。当拄着困难的时阵，因的选择是避起来；当拄着侪挑战的时阵，因的选择就是归去我关伫家己的厝内底。反正吼，只要莫做，就袂有袂出代志，就袂有毋对，袂互人感觉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咱愈来愈发现是啥物造成的？是啥物造成即款现象的？是整个的世界，其实咱受到一个物件所控制，咱受到一个物件叫做资本主义，叫做消费主义所影响。规个社会，咱讲你爱正做一个有路用的人，你才有价值。
你若是无路用，你就是一个无价值的人。所以，逐个人一直咧烦恼，一直咧看虑的是，我敢会当成做一个所谓有生产力的人？我若是一个无生产力的人，我看起来我的性命一切拢乌有去。所以愈想愈甲家己分别掉，愈想愈感觉我无法度。所以我最后的选择是我归去避咧。逐个人拄着遮个少年人的时阵，咱会讲爱想较开的，爱休困一下，莫遐忝。但是，敢有效吗？老实讲，无啥物效果。所有的人拢活伫即个世界中间，咱若亲像活伫一个真大型的机器中间，敢会当继续去做遮个代志。咱不过正做一个零件，一直去付出咱的智慧、咱的体力、咱一切的材料，敢若为着一个看袂着的机器，一直伫遐咧运作。我毋知咱有想着无？咱正做奴隶，咱正做钱财的奴隶。咱正做我爱有路用这个想法的奴隶。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正做奴隶。每一个礼拜咱来到教会中间，咱嘛期待通过上帝的话语，互咱得到新的气力，互咱会当赢过这个世间一切的困境。毋过，伫即几礼拜中间，顶礼拜未画着进前，我去参加赞美之泉的活动。伫规场的青年人中间，我感受一件代志。伫规场的青年人，虽然所有人真热情，逐个人唱歌手拢举遮悬，一直伫遐跳甲真认真，但是我发现的是，所有的人生命中间有一个无法度赢过的忝。有一个生命中间无法度赢过，迄个真深的忝，是一个灵性的欠缺，是一个灵性无法度赢过这个世间。所以虽然外表看起来，逐个人跳甲真认真，逐个人跳甲真投入，唱歌手拢举足悬，看起来是热情，但是我所感受到的是，所有人是服侍足忝的。信耶稣足忝的，要来到伫教会足忝的，伫遮跳，只不过是互我暂时的当吼，将一切拢放过去。实在的是，无论我安怎跳，我安怎讲，我安怎来到伫教会，我永远感觉讲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所以来到伫教会，我嘛是要透过我会当做啥物，我会当做这个服侍，我会当做遐个服侍，为着要证明讲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咱正做奴隶，只不过咱毋知。就算讲咱伫教会内面，咱嘛面对着讲，咱竟然正做这个社会、这整个市场下面中间的奴隶。咱敢若想要证明讲我有价值，要安怎证明？透过我会当做啥物来证明我有价值？咱无意识中间，咱正做工具，咱无正做上帝囝儿的喜乐。咱袂记哩上界重要的代志是，咱是上帝的囝儿。教会就踮伫即个夹缝中间。听到有人讲，服侍应该是一个享受啊，毋过逐个人安怎讲，拢感受袂到。每一个人，若亲像咧面对一道悬墙，这个墙是咱一点一滴家己起造起来的。诚做一个基督徒嘛，若亲像讲我嘛活伫这个悬墙内面，我只不过是互这个机器会当运转。互教会会当运转，看起来教会一切拢运转了真好，所以证明讲我应该是一间袂歹的教会。互教会运转了袂歹，来证明讲我应该是一个袂歹的基督徒吧。咱是奴隶，咱是罪的奴隶，咱的信仰从来毋捌甲咱的生活结连做一伙，讲
我要尽力踮伫每一工的生命中间活出信仰的溃烂。这是保罗所咧面对的。当保罗咧写腓利门书的时阵，其实伊咧面对的毋是因的问题。保罗咧写腓利门书的时阵，所咧面对的就是咱的问题。当俄尼西母踮伫奴隶的制度下面，失去伊家己，失去伊的身份的时阵，伊咧讲的嘛是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踮伫即个制度下面，踮伫即个奴隶的制度内面，咱失去了咱家己。这就是保罗所甲腓利门一直咧讨论的问题。但是伊嘛真巧，伊无认为讲，保罗并无认为讲，我即马甲你讲了吼，后壁的代志一切就会改变啦。伊无直接甲腓利门讲，你应该爱安怎做。虽然咱若是读过，咱就会发现讲，伊不断咧强调讲，其实吼，我会当真直接甲你讲，你应该爱安怎做，应该爱做这，应该爱安怎看。毋过，伊认为上好的方式是，咱做伙来讨论看卖，咱做伙来思考看卖，到底怎样咱会当踮伫即个夹缝中间去活出基督的疼。所以，伊用无共款的身份来看即个奴隶。伊讲阿尼西姆是啥物人？是我疼的囝，是我灵性的囝。我是伊灵性的老爸，即马我要将俄尼西姆送转去你遐，现在这是将我的心送去到你遐。这是一个真大的差别。伊看俄尼西姆，毋是因为伊会当做啥物，伊会当有啥物功能。伊看俄尼西姆，干那一件代志是，这是我的心。这是我所疼的囝，所以保罗所看的新的眼光，要邀请腓利门去想看卖，伫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到底因领受基督了后，因为是啥物？保罗伊会当讲是软硬兼施啊。伊讲吼，如果你将我当作是亲密的朋友，你就接纳伊转去。亲像接纳我共款，若是伊做啥物对不起你的代志吼，也是你欠你啥物，拢安怎？拢算我的，拢算我的，我会还互你。我亲信你会听我的话，我才写这的物件。其实保罗清楚知影讲，腓利门啊，你会做应该会超过我的要求，对吧？你所要做应该会超过我的要求啊！答案真简单，答案就是保罗邀请腓利门去实践基督的疼。答案真简单，但是要实践基督的疼，将来就毋是简单的代志。伫即个关场就踩伫咱的头前的时阵，保罗用即句话对腓利门讲：咱爱见证基督的疼。伊邀请每一个正做基督门徒的人去活出迄个自由，去活出迄个自由，渐渐咱才会当看到讲，踮伫迄个夹缝中间，有当时啊会生出水的花蕊，迄是自由。去看基督的疼，到底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活出啥物款的水？这一礼拜以来，互我真深的感受就是，忽然间我需要进入一个安息的中间。对咱济兄弟姊妹，这2年来嘛检测拢有类似的经验。忽然间确诊了后，你需要互人关离一个房间内面1礼拜，至少1礼拜。伫即个关家的过程中间，有机会重新去想，到底咱的生命是安怎咧向前？到底咱的生命所要做的是啥物？平常的生活，咱每一个人哪亲像受到一个看袂到的力量咧影响。反正咱就是一直咧无用，咱逐工拢足无用的，逐工无用这，逐工无用迄，一直伫遐洗。
有处理袂了的代志，有济即项事了，后壁一通电话过来啊，讯息搁出现啊。咱逐工就是安尼，一直咧无闲，一直咧无闲，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要找到一个互家己安静的时刻，拢有真大的困难。踮伫这一礼拜中间，对一开始，我发现讲，2条线了后，头一个烦恼的代志是啥物？当看到家己2条线了后，开始咧烦恼的就是，我过来一礼拜所有的行程要安怎办？咱有发现问题无？当发现家己确诊了后，你毋是头一件代志咧想的是我即摆健康安怎？头一件咱真直接咧想的是我过来一礼拜，拜三暗时的聚会要继续无？拜四迄礼拜本来我要主持家庭礼拜的家庭团契的聚会，搁有个别礼拜，搁有出一礼拜。咱有发现无？开始出现踮伫咱家己头壳内面的代志，并毋是我的健康状况到底怎样，我敢会影响我厝内底的人。开始所想的代志是我过来，一切的行程要安怎安排，我所有的代志要安怎处理。当遮的代志拢结束了，才开始咧想，对，所以我即摆有啥物镜头？原来咱踮伫一个无法度安享的节奏内面，咱所有的价值是建立伫我会当做足侪代志，我会当做这，我会当做迄，我会当主持，我会当宣讲，我会当做足侪无共款的事来建立讲我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袂记咧讲，到底我的健康安怎？我所疼的人，甲我生活做伙的亲人，到底因的健康状况是怎样？伫这个安详的时刻，我开始咧练习，讲爱做卖无用的练习。啥物叫做卖无用的练习？就是虽然有足侪代志一直一直咧说，咱每一个人共款，咱逐工拢有真侪足无用的代志。但是咱爱互家己生命中间一个空间去想的是，上帝在做啥物？爱互家己，无论咱的生活中间有偌济操烦，有偌济无用，有偌济代志，你踮伫心内底一直咧想，但是咱爱互家己一个空间去面对讲，上帝甲咱的关系是啥物？上帝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做啥物？将所有的代志交互伊，这是信心；将所有的代志交伫伊的手内底，这也是愿望。毋是讲咱拢无做代志，毋是讲咱拢无去完成这个任务，是踮伫这个遮尔无用，亲像踮伫夹缝中间，咱生命中间的自由就是主要做啥物？所以我感受到，开始感受到，虽然足侪代志伫遐咧操烦，但是我发现上帝的疼赢过这一切。虽然真无用，虽然一直咧操烦讲过来一切行程要安怎，真紧有牧师会当替阮斗相共，会当替我主持个别礼拜。顶礼拜吴牧师嘛真忽然间爱替我代打，真赶紧将这一切拢办理。然后嘛看到讲伫个别礼拜的中间，咱的团契真愿意去关心兄弟姊妹中间拄着困难的人。我发现上帝踮伫咱每一个人生命中间，也踮伫咱的教会中间运行，毋是靠着任何一个人，毋是靠着任何一个个人，伊会当做足侪事，伊偌有才调，伊偌有本事，
上帝是家己踮伫教会中间咧运行，上帝家己咧掌管咱每一个人的性命，也互咱踮伫即个安息中间去敲吹讲，我是基督的囝子。基督是咱生命中间的主，毋是因为咱有啥物地位，毋是因为咱有啥物能力，咱有啥物文书，咱会当贡献啥物，是干那因为基督疼咱。所以伫即个安息，咱带来新的开展。即个新的开展是，无论你安怎无用，无论你跨入了啥物代志，上帝有权地掌管。所以每一个时刻是信心的时刻，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咱拢在学习主甲咱的关系是啥物。当基督的疼进入俄尼西摩的生命，也进入保罗的生命的时阵，因共同咧邀请啥物？因共同也咧邀请讲腓利门啊，现在基督的疼嘛要进入踮伫你的生命中间。所以这三个人是共同踮伫即个培训内面经验到耶稣的疼。这是教会上水的代志，是咱每一个人会当做伙，是咱每一个人会当伫无共款的年龄层、无共款所拄着的困难的时阵，咱会当彼此做伴，建立伫耶稣的疼内面向前。上帝使用保罗，咱毋通袂记哩。这个时阵的保罗踮伫啥物所在？伊还阁受拐家呢。上帝使用这个受拐家的保罗，伫看起来啥物拢做袂到的状况下面，邀请腓利门讲：咱做伙来实践咱的信仰吧。伊所期待要看见的，伊所期待要看见的，毋是整个努力的制度一讲了后，一切拢会改变。伊毋是期待这，伊所咧期待的是，当咱每一个人创造新的关系，踮伫基督的疼内面，咱创造新的关系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水的代志伫咱的生命发生。伫遮个水的代志了后，咱发现真理已经临在踮伫咱中间。是啊，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总是毋茫讲，家己所做的决定拢袂出毋对，咱所做的计划拢会当得到实现。毋过现实是啥物？现实是咱所做毋对的代志，往往比做对的代志搁较济。咱讲毋对的话，嘛往往比咱讲对的话搁较济。比较讲，咱的生命出现冲突，也出现真济甲别人中间的无拄好。要活出信仰，比咱所想象的搁较困难。诚做牧师，我定定会互兄弟姊妹问这个问题，讲牧师啊，你到底爱安怎才会？咱到底怎样才会知影讲，我做这个决定是啊，毋是上帝的心意？实在讲，要开始行动的迄点吼，拢袂伤过清楚啊。迄点拢袂伤过清楚。毋过头一个有几个重要的判断。头一个是，踮伫你的生命中间，你敢有感受到即件代志真重要？你敢有感受到你有教业的热情去实行？煞接伫你的一生中间，你有看见上帝是安尼咧装备，是安尼咧塑造你的无？若是安尼，咱就照安尼去行吧。今仔日，咱活伫即个业行的中间，咱活伫即个你爱会当做啥物，你才有价值的世界中间。毋过，基督的疼要赢过这一切。咱是耶稣的囝子，无论发生了啥物代志，无论你感觉
你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无论你感觉现在你可能年老，可能病痛，感觉愈来愈失去气力，毋过你犹原是基督所疼的囝子。咱是上帝所疼的，咱是耶稣用伊的性命所赎回。伫教会内面，也照着安尼，咱结连伫基督，咱经验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祝福。互咱对安息，咱去敲找，咱的生命中间需要迄个空间，咱需要迄个自由的空间，经验疼，经验稳定，经验祝福。请咱来看我所写的一段字文字，业行中间的自由，经济就伫业行，伊我就自由，敢若会当听候时间过去，伫遐慢慢成长。业行伊的名是自由，对抗强权，反对压迫，为着别人来换着一寡生存的空间。业行中间的自由，基督同价所换赎，互你甲我重新得到新的生命，变换新的身份，互咱会当认真去看，绚丽转身，名做自由的汇率。咱是基督所疼的，咱是一蕊真水的汇率。伫迄个劫行中间，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请咱做伙来吟一首圣诗，诚做咱的回应。主掌管，互相接纳。阮真正清楚知影讲，阮是软弱，阮是欠缺。踮伫生活中间，阮若亲像受着一个看袂着的力量所压迫，逼到阮诚做的努力，
其实阮毋知。所以有当时啊，阮做毋对的决定，比做对的代志搁较济；阮讲毋对的，比讲对的搁较济。但是无论安怎，伫遮一切冲突，伫遮一切冤家中间，阮也清楚知影讲，主你的疼永远无离开阮。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拯救阮，互阮无论踮伫啥物款的境遇中间，阮唯一重要的是，阮是你的囝子。主，愿你祝福踮伫阮每一个人的性命，也祝福踮伫阮的教会中间，互阮不断见证基督的疼，互阮见证踮伫遮项中间，阮会当活出真正的自由，阮会当看见迄个真水的花蕊，就永远踮伫遐，成做阮生命的见证。同齐伫你面前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现在咱要进行主席楼的升级祝福祷告。下会中没关系。
囡仔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后来，咱真欢喜吼，9月份新的学期要开始，嘛期待新的学期莫阁受到疫情影响啦。无过去一冬的中间，咱一直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学生拢无法度去到伫学校，需要线上上课。所以踮伫这个时阵嘛，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共同开喙，为着咱的学生来祈祷。期待踮伫新的学期中间，领受上帝恩典，领受上帝的智慧，互因踮伫学校、踮伫家庭、踮伫教会，拢成做正人的见证。请咱同齐开喙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源头，你也赏赐人，互阮踮伫这个世间，阮学习济济，无论是财目、是能力、是文字，互阮会当来服侍你，也会当利益至正兄弟姊妹。今仔日，阮将教会中间每一位学生交伫你的手中，踮伫新的学期开始。因会先到伫新的年纪，到伫新的阶段，愿你的恩典常常踮伫因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互因踮伫学校中间，通有好的学习，通会当甲同学中间有好的交陪，踮伫家庭中间也真做家庭的祝福，真做是大人的恩典，也互阮会当三体踮伫团契中间经验主你水的恩典甲带领。也愿你祝福这个细囝，互因踮伫主日学，也踮伫青年，踮伫济济每一个阶段，伫教会中间，也对你遐领受恩典，领受恩赐，互因通过因正做基督你的囝儿，通也正做阮正兄弟姊妹极大的祝福。主，阮将每一位学生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正做因的帮衬，正做因的保护。互因无论出入伫学校、伫家庭、伫教会，拢通正做正人的干净。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后来，头前这是升1年级的小朋友哦。来，
这两个是升国一的吼。好，这是高一的。我来做教会事务的报告吼。咱的圣经学堂，咱的范围到伫马可11章15节到33节，所以也请咱做伙礼。互咱即礼拜召开请国部部长来召开部会吼。咱的中职会因为后礼拜信外队踮伫文化中心有一个迄个见证分享会吼，所以咱会延到伫9月18才开中职会，所以也请咱会当做伙礼这个时间。即礼拜拜六是迄个国定假日，所以办公室咱会休困一天。所以后礼拜9月11下晡3点，咱教会甲其他3个教会甲活水室内乐团伫文化中心有举办这个布道音乐会，所以请咱的兄弟姊妹有意愿会当参与，会当继续来到伫办公室头前遐，也是后壁遐会当摕票吼。2点半开始入场。有报名要参与斗相共的兄弟姊妹，请咱吼11点的时阵吼，即个场地布置的工作人员11点报到，收奉献的人员也请下晡1点的时阵爱报到，所以请大家会当伫这个时间，欢迎咱邀请咱的亲朋好友会当做伙来参与，所以请咱会当来做伙来参与。过来，咱顶学期奖助学金开始接受申请，所以申请的时间到9月15，所以也请咱做伙立意。小儿洗礼咱会踮伫10月初2吼，所以如果你有囡仔要接受小儿洗礼，会当伫9月25进前来报名。过来9月18下晡3点，咱踮伫大礼拜堂会有一个特别的音乐分享的活动。作者是徐维恩老师，徐维恩老师是踮伫信息内面有几首伊的作品，伊也是我真好的朋友。伊现在踮伫香港的演艺学院咧教册，伊去年的时阵踮伫疫情的中间写一首歌，叫做《星游园的死》。这个创作的过程吼，是阮即群朋友，咱教会有几个拢甲伊真好的朋友，咱踮伫网络顶面家己录。家己录迄个影片，最后甲伊斗起来。所以伫即个9月18下晡3点，欢迎咱的兄弟姊妹当做伙来参与，伊会带咱做伙来吟即首诗歌，分享伊创作的过程。再来启示录的课程吼，启示录的课程准备要开始9月15，孙宝玲老师启示录的课程要开始，目前还会当报名吼，所以有想要上课的兄弟姊妹会当。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咱会当做伙来到伫办公室头前才来报名。过来菲利比书的课程有6摆，对9月底到12月初有6摆的时间。邀请兄弟姊妹，你有意愿要做伙读菲利比书，也要做伙学习祈祷的兄弟姊妹，拜六早起10点到11点半，2礼拜上1摆课。欢迎咱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会当伫办公室头前来报名。我做安尼报告，今仔日有一位叶东硕兄弟来伫咱中间佚佗，伊是台北东门教会兄弟吼，咱欢迎伊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好，我做以上安尼的介绍甲报告。上营圣诗390首，请起立。俄罗天父万福君王，小朋友也要起立哦。
万灵的国，敬爱骄尊。我都要受羞花罪过，罪我永不将你忘还。我都信心感化罪尽，救赎灵的魂归净心。我都修的心跳信心，三英雄的尽心尽尽。阿门。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常常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对答直到永世来无煞。阿门。